后来发起这个罢免韩国瑜的网站 VK 高雄，除了12月2日要来举办大游行之外，嘛来推出着影片，请出着高雄阿莲的农民来感叹着韩国瑜的承诺跳票。韩国瑜嘛来推出着竞选的影片。韩国瑜讲，依照高雄市长9个月清渡水沟啊，将近3000公里，中心所铺的大路将近230条。豁出去，人进来。 哦，高雄发大财。对，互人真有感觉，这句话韩国瑜敢真正有做到。咱伫高雄栽的物件，嘛无比较早卖较好。来自高雄阿莲的农民高先生，温小仔政绩芳过甲说了甘阿面，伊对市长有感慨。伊政策嘛是伫电视顶观看，哦，伊一寡闹开话嘛是伫电视顶观看，伊都其实伊都无行入基层嘛。 对韩国瑜曾经承诺的大批订单，伊真失望。执行率7%，伊要帮你卖1000块，结果伊的执行率7%，甲卖70块，70块咱都要买一个便当尔。这是网络社群 VK 高雄请农民发声，推出这个农民有意见的影片，就是批评韩市长当初讲的拢无做到。未来包含新住民、外省2代、眷村人、妈妈、渔民，还有各个阶层的人民，我们都希望采集他们最真实的声音。发起罢免韩国瑜的网络社群，要伫12月2日举办 VK 台湾大游行，活动前陆续要推出5集影片，希望透过各界站高雄市民的心声，动员更较侪人站出来。另外，请假去选总统韩国瑜，伊嘛推出第1季的竞选影片、政策片。各位好朋友，我担任高雄市长9个月来，我们清除水沟将近3000公里，重新铺马路将近230条。 铺路清水沟、乡议教育，韩国瑜宣传几个月来伫高雄的政绩，同款嘛要用影片来得到认同，为家己提升人气。